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4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创世纪48章第8节到19节，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3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喂养与昌盛。最近教会灵性成长班查考的出埃及记，在这个当中看到非常有趣的记载，就是那原本必须要遵守法老的命令被杀死的男婴，当然包括摩西。但是就在这个法老王的女儿捡起了摩西之后，摩西的成长，在自己家里的成长就变成合法的喂养。事实上，出埃及的记载当中，法老王下令格杀希伯来的婴孩，是因为希伯来人口的强壮以及昌盛。法老王他害怕越来越强大的希伯来人将来在战争当中会造成国家安全的问题。然而希伯来人迁移进入埃及将近400年之久，在这之前是埃及的法老王邀请的，因为雅各以色列的儿子约瑟担任了国家的宰相要职，帮助了当时候的埃及以及邻近所有的国家民族度过了饥荒的侵袭。当雅各遇见了约瑟还有他的2个儿子之后，就给他们2个人祝福。雅各在给约瑟祝福的时候就说了，上帝要给他们全家的祝福，就是要生养众多。我们记得当时候以色列全家族到埃及的总人数不过就是70多人而已。创世纪48章第8节到19节这样的记载说道，雅各看见约瑟的儿子们，就问这些孩子是谁？约瑟就回答，是我的儿子，是我来到埃及后上帝赐给我的。雅各说，领他们到我这边，好让我祝福他们。雅各年纪大了，眼睛红花，看不清楚。约瑟把孩子带到他的面前，他就拥抱他们，亲吻他们。雅各对约瑟说，我没有想到会再见到你，现在上帝竟让我看到你的儿子。于是约瑟从雅各的膝上把2个孩子抱下来，自己俯伏在父亲面前。约瑟安排以法莲站在雅各的左边，马拿西站在右边，但是雅各2只手交叉，用右手按在弟弟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按在哥哥马拿西的头上。他祝福约瑟说，愿我祖先亚伯拉罕以及以撒敬拜的上帝赐福给这2个孩子。听到今天一直领我的上帝赐福给他们，愿拯救我脱离一切灾害的天使祝福他们。愿我的名，我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借着他们继续传下去。愿他们多子多孙，在地上昌盛。约瑟看见父亲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心里不高兴，于是他握住父亲的右手，要把他从以法莲的头上移到马拿西头上。他对父亲说，爸爸，这样不对，这个才是长子，
请把右手放在他的头上。他对父亲说了之后，父亲就拒绝说：我儿啊，我知道，我知道。马拿西的后代也要成为大族，但是他的弟弟要比他强大，弟弟的后代要成为昌盛的民族。生养众多，其实第一个要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吃饱，如何喂养。当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5000人跟随他，听他教训，传的真理。对于这么多的人，主耶稣基督门徒来这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门徒看到呢，另外就有担忧，因为他们害怕没有足够的东西来喂养这么大的一群人。但是其实那是因为他们对主的认识不足，对基督的信心不够。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34节这样记载，耶稣曾经喂养5000人吃饱。使徒们回来见耶稣，把他们所做的所传的一切都向他报告。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太多，耶稣和门徒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我私下到偏僻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于是他们坐船出发，悄悄地到偏僻的地方去。可是好些人看见他们离开，立刻认出他们，群众就从各城镇出来，争先恐后的赶路，比耶稣和门徒先到了那地方。耶稣一登岸，看见这一大群人，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他开始教导他们许多的事。基督耶稣以灵性来喂养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这一大群人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们好像是没有牧者的羊群，他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情。所以生养众多昌盛是上帝的旨意与赐福，但是喂养却不是那么容易，也非常的重要。生了不养，生了不育，就亏欠上帝。生命是如此，灵性更应当是如此。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无缺乏。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照着应许引导我走正路。纵使走过阴森的山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杖领我，用棍护我，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待我如上宾，斟满我的杯。你的恩典慈爱终生不离我，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感谢主的应许，让我们蒙恩得福，能够生养众多。当然，对于现代年轻人夫妻而言，生育或许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教养更是重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得蒙赐福，得到昌盛之余，能够尽到肉体特别是灵性的喂养的责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